代替宣布招募机务车辆维修检查员，这技术员有42000多块薪水，若这助理工程师呢，相关的薪水有到59000。代替表示讲呢，这届特别挑有关这检查员的职级，薪水也对咧增加。不过，这代替产业工会是表示讲，这检查员的工作内容是包山包海，而且责任加大，相对应的薪水说来无悬，所以人才是留袂掉的。 看动力高级铺检查员确认司机员伫顶一段任务，敢有列车各样，所来爱确认列车的各项功能。 压力打饱的时候，灯号熄灭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按下升空按钮来确定几点拱已经升空。车来检刷，爱搁提手点来检查车卡。检查员对入库的列车，爱照天数进行无共程度的保养甲检修，爱轮3班，嘛爱有技术基础，律动率真悬。代替伫公司化了后，已经招2届，人也是无补足。是一个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因为等于是列车今天发生了任何的问题，检查员就是一定会被找去问话的。如果是从过去从现场直接抓人去当检查员，那大家一定不愿意。 产业工会讲，检查员工作内容多元，搁爱签名保证列车出库安全。因过培养马兵车以外，检调马巴团检查员，毋过薪水无相对较悬。人力无够，代替机务处伫7月发招募消息，包括机务车维修检查员，一家行控处机车控制员2个职缺，控制员敢若欠2个，检查员一群开40个名额。照这顶下无共起薪为42580块，相关的会当到55660块。 除了正处，还有B处72个。个别部门也因应他们这个个别人力的需要，也有安排个别的招募，直接把它做一个提高，薪资待遇也会比较具有吸引力啊。代理公司总经理方辉生表示，公司化了后陆续有人员离退，因过招募拢是以公司的名义招募，今年开始由各单位照需求定材，这届特别加检查员的职级提高，薪水嘛比因过较悬，希望会当补足人力。记者采访报道。